人安那迁出去，啊，甲别国安那迁进来，跟中国一模一样。好，他要灭掉你的文化，他就把你的人怎么样迁出去啊？把他的汉人怎么样？所以接下来会有很多中国人会移民到香港，哈，一定的哈。后来，南犹大被谁灭掉？巴比伦哈，被巴比伦灭掉。巴比伦的无亲像亚述遐歹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北以色列是被灭掉的，他的后代都变成混血，所以就是后代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，好，他们已经不纯了，完全已经没有纯的犹太人，纯的以色列人，所以才会被犹太人笑啊！凭什么犹太人笑他？南犹大你也是立马去巴比伦那灭掉掳走啊，可是巴比伦没亲像亚述啊呢。把别的民族就迁进来，巴比伦是把人掳走，当做那个人质的概念哪里啊？巴比伦被谁灭掉？啊，就是波斯。好，波斯灭掉巴比伦。波斯是这三个国家，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是最宽容的国家，他都让。他基本上打赢一国不会像前面两个国家一样把人家掳走哈，而且他把之前被掳走的犹太人怎么样，放引等来哈，替因的所在哈，尼西米、以斯拉就是在波斯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重建圣殿跟圣城，好，波斯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国家。波斯被谁灭掉？已经快讲到新约了。波斯被谁灭掉？希腊哈，被有一个人死了，然后在棺材里面还伸手出来要钱的，谁？亚历山大，对不对？他从棺材伸手出来要钱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要钱哦，是干嘛？好，你看一秀康康照好，这个就是希腊，好，所以。亚历山大死了后，伊的国家分成4个帝国，其中跟巴勒斯坦有关系是叙利亚王朝，然后因为安提阿哥逝世，污蔑圣殿，伫圣殿献祭献猪哦，犹太人最怎么样？不洁的动物。所以犹太人的祭司当场就把那个官员砍头，然后就起义，马加比运动就建立起了一段时间，差不多3代犹太人，整个巴勒斯坦被他们打下来，然后接下来第3代就罗马帝国就差不多，算收复巴勒斯坦，把巴勒斯坦搞什么人管理？接到耶稣了，已经接到耶稣了。搞上面人官吏，杀很多婴孩的那个王，大希律大希律。那这样有没有接起来？好，从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大希律接起来波斯波斯的 paradise 花园是什么用的什么叫乐园？就是波斯王那边。奖赏要善待他的官员也带伊去伊所去的花园整个都是花园，然后4面墙围起来，然后波斯王会亲自陪那个他要奖赏的官员在花园干嘛？散步这是极大的荣耀就是讲到这个，我今日要与你同在花园。那知影波斯的文化的人就知影讲，哇，这个王，这个主要到安那，在花园散步了。好，耶稣讲的，我今日要与你安那同在乐园。各位兄弟，你读这一句不会觉得奇怪吗？今天讲到最后一个概念，你读这句敢袂感觉怪怪？来，你甲。使徒圣经后面迄念一解，耶稣迄个部分，
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伫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，第十个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就天。打坐伫全人白大平亭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几日？较搁活哦，较来是安那？就天停，正耶稣讲啥？耶稣讲今仔日我要安那？甲你安那？跟你抵落园，你没有觉得怪怪？先去敞开。各位啊，这你没有觉得怪哦？你如果没有觉得怪，再念一遍《使徒信经》第几日？搁我来咧，较就天呢？耶稣真讲啥？今仔日我要甲你安那？抵落园啊！所以耶稣诓他嘛，是不是耶稣骗他啦？耶稣说：“我虽然跟你说今天，可是你要等我一下，我要怎么样？第三日看呐，对死人对我开安呐。所以到底是今天还是第三日？各位孩子，这个是非常棒的经文的陈述哈。耶稣意思是啥？耶稣讲今日我要跟你伫落园啊。耶稣是跟他讲，等一下我们断气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在乐园了。你要知道这个概念哦。耶稣讲等一下，那哪呐？断气，我们就在乐园了。可是从人的时间轴的观念看起来，耶稣在安那？第三天开安那？搁我较就天。可是耶稣主观的观念，伊是讲，等一下咱两个哪呐？什么云霄飞车？咱两个断气，死去，就在哪里？直接在乐园。那这个3天跟1天差几对？最后一个观念，各位啊，这我讲，但是讲物件，咱若听有就听有，听无嘛无要紧。毋过咱试看卖我听有无？吼，咱听有就听有，听无无要紧哦。吼，即摆我等者若中风，咚！你们都没有人要上来给我 CPR 嘛？吼。因为咱的迄个好撒玛利亚法还没过对不？还没过嘛？台湾没有好撒玛利亚人法哦。Good Samaritan Law 的意思就是讲哦，西方都有好撒玛利亚人法，就是你看到人倒了啊，急救哦，你去给他救，如果死掉怎么办？你被法律保护，你知不？那你台湾呢？你看他快死了，你去救他，然后把他救死，就要看运气了，看法官怎么样，要不要判你是无罪了，不然你会变成什么？过失杀人。好，我们这个好撒玛利亚法还没过哈，所以你们都不会上来救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断气了，因为你们只会打电话叫救护车来啊，救护车来我就断气了嘛。怎样断气？好，各位这注意听，看咱听有无？听无要紧哦，因为我是用猜的。好，我现在断气，就把手揢起来对不？然后我在张开的时候，何你有我伫对？北，我就死了啦！好，我这样再张开，我跟你讲，我在白色大宝座前等待什么？审判，你知道不？就是我这样断气，然后我又张开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白色大宝座上面有谁？羔羊，耶稣基督要审判我，
有没有道理？这圣经写的啊，对不？我断气了，然后就看到哇，白色大宝座这边上面有耶稣是羔羊，要审判我。然后我说：“哎呦，好可怕！看到耶稣，赶快看看旁边。啊，谁用啊？你看你家，谁用戏啊？呗？啊没呀？啊，怎么看到他？他也怎么样？刚刚怎么样？张开眼睛，跟我啊呢？张开眼。啊，我往左边看，啊，我死了很久的阿嬷、我阿嬷、阿公，他们也怎么样？张开眼睛，再往远点看，啊，亚伯拉罕，你怎么也才怎么样？张开眼睛，哇，愈看愈惊，再往那边看，哎，我的孙子呢，还没有出生呢，啊，怎么也是怎么样？张开眼睛，我在讲啥？你们崩溃了没？各位在我意思是讲哦，等我哪死去，我在跟主见面的时候，我是在一个超时间空间的状态，就是无互时间空间啊呐限制一个状况。迄个时阵若无时间，有早甲晚的问题无？有天后的问题无？有讲这个人死100档啊，伊伫遐等我100档，我卡醒起来，会安尼袂？不会，因为那是一个没有什么空间、时间限制的状态，所以我伫迄个时阵，当我擘开目睭看上帝啊，看耶稣基督要甲我审判的时阵，我会伫正边看到恁正人，虽然恁拢还袂死，恁下都拢干那无爱甲我救尔，吼，恁拢还袂死。啊，毋过我伫迄个时阵会看到你，安尼知无？就是恁可能伫世上搁活过60档、100档了后，恁较长开。啊，毋过恁虽然比我晚100档长开，你们会在那个没有时间的状况下，是跟我怎么样？你老公同时又怪怪的，同时就在时间里面哈，所以不敢讲同时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？张开眼睛。一起被什么审判？我跟你讲，听有无？听无嘛正常啊，这位黑白药的。所以各位兄弟，你俩这，你以为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初代教会的人，因拢咧听好耶稣安那再临嘛？初代教会基督徒拢俩这耶稣的马上安那？要回来啊，所以他们会凡物公用嘛？什么意思？把财产啊那卖了啊，互迄个送香的人做伙来享受。反正耶稣安那没来啊嘛。结果单单的耶稣有来不？又被骗了，又开始存钱买房地产了。安尼知无？好，所以耶稣等2000档还没来对不？是不是啦？我们是不是等了2000年，耶稣还没有来？是不是啦？才不是嘞！叫我下多的讲法，死一个耶稣就来一届，哈，听有无啦？就是当保罗死的时阵，耶稣来啊未？对保罗来讲，耶稣就来啊。伫迄个无时间的所在，耶稣就来啊！听有无？彼得死的时阵，耶稣嘛呐，搁来啊！啊，好了，我有点后悔，我不应该讲的哈。大概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听懂就听懂，听不懂也没关系。我只是想跟你讲，上帝看时间，甲咱看时间无共款。咱俩这咱活100岁这久的，其实上帝看起来拢安那，拢共款，差不多共款。各位讲这量、数量，量在上帝的眼中，从来将来的不是问题。你这长的，你人这济的，吼，你这好野的，你的资源这济量。在上帝的眼中，从来
就不是问题。上帝敢若注重咱的什么货？注重咱的品质。上帝只有注重我们的品质而已。是安怎要安尼讲？各位这规本圣经敢若讲到耶稣跟我的迄个形象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拉撒路迄无神哦，拉撒路那个复活还是会死哦。整本圣经描述死人复活只有谁？耶稣。好，当耶稣跟我的时阵，伊的学生认得出来没？认不出来，表示耶稣的容貌安那改变了。连跟耶稣最好的玛利亚认得出来，认不出来？认不出来。不过圣经的记载是伊的学生跟玛利亚，那跟耶稣接触久一点，就发现什么？这个是耶稣，对不？就是说，看你的形，唔知影你耶稣，不过跟你相处安怎讲？跟你相处。啊，斗阵吼，甲你斗阵一个仔的时阵，伊就发现这个是耶稣，代表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代表什么？耶稣的特质还在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讲你的性命迄个 character， 你迄个性命的品质是伫地，不过你的面容啊啦，无共款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当咱若搁活的时阵，咱的特质嘛是安那，搁伫咧哦。啊，你若是最爱受气的，你搁活的时阵，嘛是最爱受气的哦。你若最爱迄个食醋的，你搁活的时阵嘛是安那，最熬食醋的。你若最爱去甲人冤家，像我，我若搁活咧。所以各位兄弟，是咱伫这个世上的时阵，把咱的性命的品质提悬，那个是我们的责任呐，是不是？你唔免去美容，因为你过活的时阵，你的面容会安那？会改变，会变得水。所以我本来是要去割眼袋的啦。然后我觉得我的眼皮都下垂，想去割双眼皮。后来有人跟我说，割双眼皮不会让你眼睛变大，会变更多皱纹。好了，再去研究一下。反正你唔免去担心你的面容，因为会改变。爱担心什么？各位兄弟，要担心什么？我们生命的什么品质？咱若最爱去讲人的闲话结果上天堂还是怎么样？还是那样子，咱会去上帝讲尻川。好，各位兄弟，量从来都不是基督教信仰在意的东西，量迄拢唔是，是你的什么货？各位兄弟，你的品质。所以耶稣说，今仔日你就要跟我做伙伫落远啊！耶稣没有骗他，因为断气以后就不再是伫咱即马所想象的时间、空间下面的概念，无共款啊！咱袂听好啦，各位兄弟，我先死我唔免听好令，我不会等你们，你们会跟我一起在白色大宝座前怎么样？接受审判，安尼有做欢喜无？咱同心来祈祷。